各位老友記，大家平時去飲茶，有沒有發覺隔壁桌嘅那位陳生，或者是坐在對面嘅張師奶，每逢開餐之前，不是先拿筷子夾燒賣，而是先從包裏拿出一抽二撚嘅藥樽。陳生，你食這麼多丸啊？佢一定會氣勁神閒地告訴你撚啊！睇子魚油是好東西嚟嘅，成500幾塊一樽，廣告說可以通血管嘅。還有這支維他命，那支鈣片。我們這些年紀不補不行嘅，省得以後病嘅女做那些人女啊！聽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廢不對。但是各位老友記，你們有冇想過一個很嚴肅的問題？你以為自己是花了幾百塊買健康，但其實你可能是在幫你嘅腎買單。今天我要和大家講一件非常重要嘅事情，這不是在嚇你，是真心想救你。現在很多醫生都已經在發出緊急警告，很多老人家好端端，平時不煙不酒，最後竟然要搞到去洗腎變了尿毒症，原因竟然就是因為食了太多所謂嘅保健品。你以為魚油是通血管神藥？你以為鈣片食得多就不會骨質疏鬆？你以為純天然中藥就一定無毒？錯了，這些標榜養生嘅面具背後，其實藏着很深嘅陷阱。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老友還在日日吞那些肌送粒藥丸，請你一定要停一停，用這部影片嘅時間聽下我今日拆解這5大傷身保健品嘅真相。聽遲一日，你那個腎可能就傷多一分。講到這裡，如果你覺得這從健康之順對你和家人很重要，記得先點讚這部影片，訂閱我們嘅頻道，並且分享給你那些經常買保健品嘅老友。你們的點讚和訂閱，就是支持我繼續搜集這些醫學真相嘅最大動力。我們要明白為什麼我們這些老友記這麼喜歡買保健品。其實我很明白大家嘅心態。我們這一代人年輕嘅時候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現在退休了，人子懂事，女人嫁得好，很想留着這條命看着那些孫子長大，最怕就是身體出事。電視廣告說心血管好，人就長壽；隔壁鄰舍說食了這紙東西膝蓋不痛了，於是大家就處可信其有，幾百塊甚至幾千塊一樽，買到整間屋都是。但是大家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醫學常識，我們的腎臟其實是一個極其精細但又很脆弱嘅濾水器。大家想象一下，你家裏嘅抽油煙機或者是濾水器，如果那個濾網塞了，會怎麼樣？濾水器就會呸掉。我們嘅腎就是幫我們排毒的，無論你食什麼東西下肚子，經過胃腸吸收之後，最後都要經過腎臟過濾將廢物排走。第一種我們要講嘅就是濃縮的代價。現在的保健品不是天然食物，它們是將幾十條魚或者幾大籮蔬菜嘅營養濃縮到一粒小小嘅膠囊裏邊。你以為是寶，其實是炸彈。當你那個腎一日要處理幾十粒這重高濃度合成化的藥丸，它每日都要超負荷工作，1年365日，腎臟沒得休息，最後它就會罷工。而且這些藥丸還有隱形嘅化學加工，很多人說我買這只是天然嘅。老友，你要記住，一粒藥丸要做成這種形狀，要它不變質，要有這麼漂亮嘅顏色，裡面加了多少防腐劑、穩定劑、乳化劑和人造色素，這些全部是化學嘢。你食一粒半粒沒事，但如果你日日食幾種一起食，這些化學嘢在你身體裏邊堆積，最後受罪嘅就是你嘅肝和腎，甚至有些人類嘅孝心可能變成了毒藥。最常見嘅情況就是人類孝順，去完旅行或者聽完講座，買一大堆深海魚油、納豆激酶、強骨素酶來，老人家不想浪費人類嘅心意，就硬吞下去。很多老友嘅平時本身已經食着血壓藥、狂尿藥，再加啲一些不明成分嘅保健品，藥效會產生化學反應，輕則皮膚素陽，重則造成急性腎衰竭。喺學界有個名詞
掉藥物性腎損傷。大家要知道，腎臟一旦出了事，它是無聲無息嘅，卡不着胃痛或者頭痛。卡小傷到70%嘅時候，你可能都沒有感覺。等到你發覺自己雙腳紅腫、尿尿有泡、整個人沒氣沒力嘅時候，去到醫院，醫生可能已經會告訴你，老人家，你那個腎功能剩下1成，準備要洗腎了。這從養生變養病嘅悲劇，每日都在醫院發生。如果你想保護好你嘅腎，不想讓人類擔心，就要認真聽下接下嚟嘅細節。無論現在就來講第一大面具，就是深海魚油。大家去萬儲、屈臣氏或者去藥房，見得最多嘅廣告一定是魚油，包裝寫到好高級，又有深海魚，又有極地圖案，一樽賣幾百塊甚至過千塊。廣告說通血管、降血脂、補腦、對眼好，聽落去簡直是長生不老藥。但你們知不知道魚油其實是一種極其嬌貴、極其容易變質的東西？魚油最值錢嘅成分叫歐米加3，雖然對心血管好，但它有個致命弱點，就是非常怕光、怕熱、怕氧氣。很多老友記買了一大樽回來，因為貴不捨得食，擺在廚房側邊或者窗台，每日曬着太陽。或者有些劣質魚油在公幹生產或者運送途中已經因為高溫而氧化了。氧化了嘅魚油會怎樣樣？它會由抗氧化變成促氧化，進了你肚子之後，它不但幫不到你清血管，反而會產生大量自由基，攻擊你嘅細胞，增加發炎風險。最簡單嘅分辨方法就是，如果你咬開那粒魚油，那陣味腥到你反胃，或者有一陣油益味，那要我告訴你，那樽嘢已經是廢油，食落肚簡直是慢性自殺。或一種金屬殘留的問題，大家聽廣告講深海魚油，就覺得深海一定純淨，錯了。現在嘅海洋污染很嚴重，大魚食小魚，小魚食蝦米、水銀、砷、鉛這些重金屬會在大型魚類例如鯊魚、旗魚體內慢慢堆積，這叫生物負雜作用。如果你買的那支魚油是冇經過分子蒸餾技術提純，或者是一些三無牌子，你食嘅那粒魚油，其實是在幫那些重金屬找地方住，而他們最喜歡住在你嘅肝和腎裏邊。長期養食，你那個腎怎腰會不配？最危險的是魚油加上薄血藥，這一點全香港嘅長輩最容易中招。很多老友嘅因為有心律不正或者曾經中風做過通波仔手術，醫生會開過血藥，例如阿司匹林，話翻暗給你用來預防血栓。記住，魚油本身都有抗凝血功能。如果你一邊食薄血藥，一邊又日日吞幾粒高濃度魚油，你嘅血液會變得太稀，後果就是你平時做一下，整塊皮清掉止掉，甚至會導致內出血。最怕是腦出血，醫生想幫你止血都止不到。所以如果你有食着賣丸藥未問過醫生之前，千萬不要自己亂食魚油。講完魚油，我們講第二樣長輩嘅心頭好，就是鈣片。很多人怕骨質疏鬆，下跌親斷骨就大鑊了，所以日日食2粒高濃度鈣片補下。但補鈣不是越多越好，這個概念害死了很多人。第一是血管鈣化。如果食鈣片是想那些鈣進入骨頭，但你要明白鈣是不懂得自己找路去骨頭嘅。如果它冇夾到骨，它就會在你嘅血液循環裏面度灼走。長期過量服用鈣片嘅長輩，血管壁會出現鈣化。簡單嚟說，就是你的血管本來應該像筋馬一樣有彈性，現在因為堆積了太高鈣，變到好像生鏽嘅水喉管那樣，又脆又硬，這樣會直接增加心肌梗塞和中風嘅風險。你以為補骨，誰知道是硬化了你的命。然後就是腎結石日嘅，當你身體吸收不到這麼多鈣，這些多餘的鈣就要經過腎臟排走。如果在過程中你飲水不夠，或者你平時食嘢比較多菜，含有草酸，鈣就會和草酸結合，
變成草酸鈣結晶。這些結晶在你個腎裡面慢慢變大，特別是腎結石。那從痛真嘅私生仔都沒那腰痛啊！更嚴重嘅是，結石會磨損腎臟組織，導致慢性發炎，最後演變成慢性腎衰竭。如果你真嘅要補鈣，不要再迷信那從一粒有1000毫克嘅強力鈣片了。人身體一次吸收不到這麼多鈣，如果你真的要食，分開早晚食，吸收效果好過一次吞一大粒。而且你要記住兩個幫手，就是維他命3和2。3是幫你在腸道吸收鈣進入血液，2是交通警察，負責帶領血液裡面嘅鈣進入骨頭，而不是停留在血管。其實每日飲一杯無糖豆漿，食2塊硬豆腐，食少少芝麻或者深綠色蔬菜，加上去公園散步曬15分鐘太陽。這些天然鈣對你個腎嘅負擔才是最低的。講到這裡，如果你覺得我講嘅這些乾貨對你有用，請大家在評論區留言支持一下，或者寫下你平時都在食什麼保健品，我們一起研究一下。也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我們的健康資訊。接着我們要講一個最容易讓老友記放下戒心嘅陷阱，就是那句純天然無副作用。很多人覺得西藥相干，中藥或者草藥這一定溫和，但這個觀念分分鐘是最要命嘅。比如純天然嘅中草藥，不是每個腎都頂得住。在香港，我們很喜歡去藥材鋪買補腎丸、除脹丸，或者女人在外國寄回來嘅草本精華。我們要提防馬兜鈴酸嘅幽靈，大家可能聽過，以前有些減肥中藥或者止痛草藥，裏面含有一種叫馬兜鈴酸嘅物質。這東西很恐怖，它會直接破壞你腎臟裏邊最細嘅過濾管，造成不可逆轉嘅腎纖維化。雖然現在政府管得很嚴，但如果你還是喜歡在不明途徑買黑市藥丸，或者是去旅行嘅時候聽信那些神醫買些腎臟藥粉，比真是拿條命去搏。而且草藥是在土裏邊生長嘅，如果產地污染或者加工過程裏邊加了硫磺燻蒸，或者用了含鉛含汞嘅化學嘢來增加藥效，這些重金屬進了你個腎，它們是入得不出的，日積月累，你個腎就變成了重金屬倉庫。最怕是藥性相衝，很多老友嘅已經食着血壓藥、糖尿藥，如果你又自己加些補氣護血嘅草藥精華，這些成分會和西藥在肝臟爭奪代謝通道，結果可能是西藥藥效太猛，導致低血壓或低血糖暈倒，或者是產生有毒代謝物直接衝擊腎小球，導致急性腎衰竭。還有一重陷阱很陰險，就是大劑量嘅維他命。維他命是好東西，大家都知道，特別是這幾年大家怕感冒，見到那從1000毫克甚至2000毫克嘅發泡錠，覺得食多點抵抗力強點。錯了，維他命雖然是水溶性，但它在你身體裏邊代謝之後會變成草酸。當你每日食超過2000毫克嘅維他命，你尿液裏邊嘅草酸濃度會大幅飆升。這些草酸最喜歡找鈣做拍檔，一撞埋就變草酸鈣結晶。這些結晶就是腎結石嘅蟲子。我有遇過有些老友記每日飲2粒發泡錠，覺得很養生，結果2年後兩邊腎都是結石，痛到要入急症室，最後還影響了腎功能。記住，一個奇異果，一個橙已經足夠有餘，不要再迷信那些重劑料了。最後我們要講排毒茶和清腸丸。很多老友嘅有便秘問題，聽人講長清人就清，於是買了一堆排毒烤茶、清宿便產品。呢些產品很多都加了大黃、番石葉，食完是很爽，很快有得去，但長期食你個腸道會變黑，以後沒藥就不懂得蠕動。最危險嘅是這些產品會令你過度腹瀉，老人家本身對水分感知就弱，一旦瀉得太厲害，身體會嚴重脫水。當血容量不足，腎臟就沒有足夠嘅血流量去過濾毒素，
這種嘅神前性急性腎衰竭，很多老人家是因為瀉到虛脫入醫院，最後要洗腎救命。講了這麼多，各位老友記，你可能會問，哪啲事說明都不能食？我真是想身體好點而已，我有錯嗎？老友，你沒錯，你想身體好，是因為你想陪老伴走遠點，是因為你想看着孫子大學畢業，是因為你不想成為人類嘅負擔，這份心意是最珍貴嘅。但是我今日一定要和你講一句真心話，健康是不能靠走捷徑買回來嘅。你試想下，我們嘅身體跟了我們幾十年，它是一部很精密、很勤力嘅機器。你平時給它食新鮮嘅蔬菜，傾下粵曲，去公園散步，和老友嘅飲下茶，開開心心，它已經很滿足。你不需要每日餵它食幾十粒冰冷嘅化學膠囊，藥補不如食補，食補不如神補。如果你每日擔心自己不夠營養，到處找藥食，這種焦慮其實比不食保健品更傷身。如果你真嘅想養生，由今日開始，請你做這3件事。第一，清空你嘅餐櫃，那些過期嘅不知成分嘅人家送嘅保健品，不要捨不得扔了它。第二，回歸原形食物，想補魚油，去街市買條新鮮紅衫魚蒸來食；想補鈣，飲杯鮮奶，食塊豆腐。第三，同醫生做朋友，每次去復診，帶上你正想食嘅保健品去問醫生，醫生，我這只食不食得？如果醫生搖頭，你就一定要放手。各位老友記，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這麼多風浪，什麼大場面沒見過？不要最後輸在這幾粒假面具藥丸手上。你的健康不是在那些幾百塊一樽嘅藥樽裏邊，而是在你每一餐嘅清茶淡飯，每一次嘅深呼吸，和你對生命那份自在淡定嘅心態裏。希望今日這段分享可以幫到你，或者幫到你身邊嘅老友記。如果你覺得內容講到了你嘅心坎裏，請記得點讚、訂閱我們嘅頻道，更將這部影片轉發給你嘅家人和朋友，特別是在那些老友嘅群組裏邊分享。你這一次簡單嘅轉發，可能就救回了一個好朋友一生。大家要記住，真正嘅長壽不是靠藥丸堆出嚟嘅，而是靠我們對身體嘅珍惜和對生活嘅誠意。如果你對保健品還有任何疑問，歡迎在留言區問我，我會盡量為大家解答。如果你還沒下載我們嘅影片軟體，記得去下載，隨時隨地關注我們嘅最新動態。祝大家不需要靠那些瓶瓶罐罐，依然可以龍馬精神、精精靈靈。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